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接到报案，讲有人向经济部水利署公共工程的包厢卡油，佮呛讲因有请。警方调查发现，讲嫌犯是地方的黑道，交通集中。后来伫南投民间一个工寮抓到一个姓吴的嫌犯，佮会调查讲有共犯，还是讲有其他的包厢嘛受害。警察夜前入去这间南投南麦工寮，抓到姓吴的嫌犯，也伫工寮内底抄到一堆枪甲枪支。 32几笔钱，33马七，3支武器手，3支武器56颗子弹。这些枪拢是姓吴的嫌犯用来恐吓包厢的证据。刑事局今年5月中接到报案，有人用枪甲承包经济部水利署公共工程的厂商恐吓，讲是家己伫南投集查水布换刷架防护工程，互伊标起利益受损，要求对方纳保护费。这个工程大概就是经济部水利署它有公告的那个集集南河苑附近的那个边坡的防护工程，得标的厂商以比较低标得标之后，那个他假借名目说他妨碍他的利益，用这种名目去跟他恐吓。 警方掌握相关证据了后，去抓人逮捕姓吴的嫌犯。警方表示，毋但是地方黑道，身躯也派几6项通缉。我们查获他当时是在那个南投地院跟地检。 分别因为杀人跟毒品，总共3案通缉中。因为他本身他在我们刑事局中打，总共有被因为扫黑制品，总共有5次的查获记录。姓吴的嫌犯甲警方讲，认为刷架防护甲通水路的公共工程利益较大，才会透过标案的公开资讯锁定被害包厢。警方信后照违反枪炮枪支管制条例甲恐吓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也若敢也有其他公共工程包厢互恐吓，搁爱追查。记者综合报道。